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11月份的经济数据。今天这个海内外媒体比如第一财经，比如新加坡的早报网，都报道了咱们统计局公布的11月份的 CPI、PPI 数据。第一财经报道说国家统计局12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11月 CPI 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为连续3个月回落，也就是涨幅越来越慢，这就不是好现象了。我们要涨幅越来越大，那就物价就能稳住，或者是小幅上涨。然后这个 CPI 数据环比下降 0.6%， 就是比10月份是下降的。 PPI 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2.5%， 涨幅比上月收窄 0.4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1%。 从同比上看，CPI 涨幅回落主要受食品价格涨幅回落带动。数据显示，11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1.9个百分点。 PPI 方面，11月份一系列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国内工业品需求有所恢复， P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降幅收窄。这是第一财经报道但是关于 CPI 这个联合早报他的说法就更加直接了。联合早报报道他说中国11月 CPI 不及预期，应进一步下调房贷利率。事实上咱们的很多地方，比如杭州还有广州，对吧？很多地方按揭贷款利率还在上调。咱们做节目也说过了。这个联合早报说它是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他说11月中国平均气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利于农产品生产储运，鲜活食品价格大多超季节性下降。中国11月份居民价格消费指数 CPI 和 PPI 双弱入市场预期，显示中国经济依然受困于疲弱的内需。分析师认为，中国要走出通缩，需要有效下调实际房贷利率，进一步刺激家庭消费。我们经历了9月底的这个救楼市的政策，轰轰烈烈的10月份、11月份号称成交了很多房子，又经历了那么多会，又是化债方案，但是11月份的 CPI 和 PPI 双不及预期。这意味着什么，对吧？我在10月份做节目就说过，韭菜1次上当，2次上当，3次还能上当吗？而且这些韭菜都是新韭菜00后没有挨过毒打，所以他们冲进胡适他们相信了那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这个这种一切都是刚刚好，满怀信心，对未来充满信心，所以他们拿着钱冲进胡适。这个是他们的第一课，告诉他们叫然并卵，市场并没有好起来，双不及预期。联合早报他认为应该下调实际房贷利率，进一步刺激家庭消费。这个也属于治标不治本，抓的都是细枝末节现在你怎么下调房贷利率都解决不了问题。咱们从技术层面说现在韭菜心态是勒紧裤腰带还按揭贷款，对吧？你给韭菜省钱，韭菜省下的钱还是要还贷款，他不会去消费。你越利率下调那韭菜他越琢磨着自己有机会买房了。就没买房的人他会想着我再省一省，首付就出来了。你看现在房贷利率这么低，我也应该可以买房，所以他会更加节约，更不会去消费。大的背景就是韭菜赚钱不容易，赚钱难，所以一切开支都要精打细算，这是从技术层面说所以你看就陷入一个怪圈，你越降息，内需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对吧？一部分人他琢磨着去买房，是不是趁利息低赶紧买房？一部分人赶紧把按揭贷款还完。联合早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 CPI 同比上涨 0.2%， 增速较10月放缓 0.1个百分点，为近8个月新低。他说食品价格是拖累通胀的最大因素，11月食品价格涨幅从10月 2.9% 大幅放缓至 1%。幸好食品价格下降你要食品价格涨， CPI 是涨了，那韭菜不是更穷吗？这食品是刚需韭菜想省也省不了。大家可以看一些数据现在连大米的销量都在下降，为什么呢？你说韭菜没钱，他连饭都不吃吗？饭都吃的少了，韭菜收入不涨，完了你食品价格涨，那你说韭菜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吗？那只能是真正的真的是勒紧裤腰带联合早报说另一方面，反映生产者物价的 PPI
在11月同比下降 2.5%， 降幅较前一个月收窄 0.4个百分点，但仍是连续第26个月走低。 PPI 走低啊，就表明这个生产者他不赚钱。信用评级机构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啊，最新的 CPI 和 PPI 表现凸显中国经济需求不足，主要是受房地产行业拖累，以及前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行，导致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需求不振。重点是城镇居民收入在下降，可支配收入下降，导致居民预期不好，信心不足。他消费什么？联合早报说啊，为摆脱通缩压力，中国政府9月底推出一系列提振经济配套，包括一揽子货币宽松政策、10万亿化债计划以及电动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等。但最新数据显示，刺激措施成效并不明显。王清认为，一揽子增量政策见效需要传导时间。他以化债为例指出，化债资源目前仅缓解了地方财政的燃眉之急，但要推动经济增长，可能还需要房地产市场整体回升之后才会传导到土地市场。最关键的是让中国家庭有信心消费。他给出的药方是进一步下降实际房贷利率。王清以中国央行数据为例分析说，截至2024年3季度末，中国名义居民房贷利率 3.3%， 已是历史最低水平，但计入物价因素后，3季度末的实际房贷利率为 4%， 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附近。这是因为2022年以来，中国名义居民房贷利率大幅下行，而通胀水平下降更快，导致实际房贷利率反正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通缩，但是房贷利率没怎么降，或者降得少。你一通缩，那你显得那个房贷还是高啊。这个专家说啊，要下降实际房贷利率，这个对韭菜是好事，你开支少了，尤其对买房的，但是啊，对促进消费、刺激内需没有什么帮助。它是个惠民政策，很有必要。但是你指望着这个让大家就去消费，刚才说过了啊，只会刺激大家玩命的攒钱，提前把按揭贷款还掉。这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那这个日经中文网他也刊登一篇文章，他说中国 PPI 连续26个月负增长，通缩压力加剧。这个 PPI 同比下降 2.5%， 这是连续2年零2个月，也就26个月出现负增长。在房地产低迷导致内需不足的背景下，过剩生产加剧了通缩压力。 PPI 的降幅较10月收窄了 0.4个百分点，涉及产业链上游和中游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2.9%， 石油和煤炭下降 11.6%， 钢铁下降 8.2%， 化学原料下降 5%， 钢铁自2022年5月起一直处于负增长。那当然这些都跟房地产有关系啊，对吧？房地产市场疲软，钢材等建筑用料需求下降，内需持续低迷，压低了原材料和加工品的价格。产业链下游的生活资料价格也下降了 1.4%。自2023年5月以来，生活资料价格持续负增长，汽车类下降了 3.1%， 通信类下降了 2.5%。由于内需低迷，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疲软，导致价格下跌。尽管内需疲软，但制造商仍然维持高水平生产，国内市场的价格竞争愈加激烈，过剩的产品以低价大量出口至其他国家，出现了所谓的通缩出口。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钢材在各国引发问题。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2%， 尽管中国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猪肉和蔬菜等价格上涨，但增幅已连续3个月放缓。这个日经中文网认为啊，咱们国内需求在下降，但是产能过剩，这些企业它没有办法停产，钱已经投下去了，它必须满负荷生产，摊低它的成本。但是前提是你东西得卖掉。那你看问题就来了，你国内卖不动，国内需求不足啊，它只能出口，叫通缩出口。这种出口啊，因为它的成本低，它必须要卖掉，所以就引发了其他国家的问题，所以贸易摩擦开始，关税就来了，连我们的跌都要给我们加关税，就跌都不行。这个日经中文网说的是出口造成摩擦。关于出口啊，这个早报网说啊，中国11月出口显著放缓，凸显经济结构转内需及迫切性。尽管新一轮贸易战就是开始之前的抢出口拉动，中国11月出口增幅仍显著放缓。受访学者分析，随着特朗普 2.0 逼近，出口拉动经济模式往后将愈发乏力啊，就是软弱无力，凸显中国经济结构处于外需拉动转向依靠内需的急迫性。也就是说，不能指望着出口了。我们以中俄之间的贸易为例吧。
11月份，中国对俄罗斯出口4个月来首次下降。中国海关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对俄罗斯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出现2位数下降，较10月份24%的增幅大幅恶化，并创下4个月来的首次下降。上个月俄罗斯的出口额同比下降10.5%，这是自7月份以来首次下降。以人民币计算，从俄罗斯进口下降7.4%，降幅较10月份4.3%有所扩大。这个2年来啊，这中俄之间的贸易是高速的增长，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这就说明问题，就是出口啊，现在也是越来越难。通过这个统计局11月份的数字啊，我们现在通缩的压力最大，还有很多人呢担心通胀，我觉得通胀的可能性很小，就怕滞胀，也就是说工业品价格它不涨，还在下降，但是你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在上涨，你的收入在下降，就是工业品价格下降意味着你的收入在下降，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这就是通缩，工业利润下降，工业企业干不下去倒闭，你就业没了，就业没了，你的收入就没了。但是这边呢，生活必需品在涨价，天然气、汽油、水电这些都是垄断，它要涨价，蔬菜、猪肉、鸡蛋它价格不涨，货数下跌，但是垄断的这些生活必需品很有可能悄悄涨价。那你想想，你的收入在下降，你的这些刚性的支出在增加，会是什么样一个日子？我刚才说啊，这个联合早报这些专家说的都是技术问题，什么降低房贷利率，这个能解决消费的问题吗？解决不了。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啊，当我们在讨论房地产的时候，2021年说房地产暴雷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救楼市可以，但是到了2022年，显然已经不是房地产行业的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是整个经济基本面出现恶化，也就是高尚文说的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的问题。那个2022年你还刺激房地产有什么用呢？是整个经济出现问题。到现在为止，很多经济学家还在就房地产说事，什么房地产最重要，支柱，你把房地产稳住了，经济就稳住了。这个3年级的小孩都懂。那问题是你怎么把房地产稳住呢？然后国家收储，都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标都治不了。这个时候它就不是经济问题了，对吧？如果你就经济去谈这些事情，它没有答案，怎么解决啊？所以有经济学家敢说的啊，胆儿大的开始聊分配问题。但大家都在聊分配问题的时候，它不是分配问题。以这个出口为例啊，那经济的3驾马车嘛，咱们老是说啊，一个出口，一个投资，一个是消费或者叫内需。以出口为例，刚才这个日经中文网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因为它是环环相扣啊。以比亚迪为例，它就要占领市场，它要大规模扩产，不停的贷款举债，它要占有市场，它要通过规模化降低它的成本，这个也没错。但问题是你在国内你销量达到顶峰，没有办法再增长，它必然要出口，对外拓展，它出口就会导致别的国家这个抵制，因为你这个价格对别人的冲击非常大，对吧？这就是贸易战，人家叫加关税。当然不是一个比亚迪，咱是以比亚迪为例，那其他的不都一样吗？这个也没什么，对吧？这个是正常的贸易，那人家加关税，最终还是算合适，加了关税人家还要买，不合适人家就不买，你就卖不掉。问题是把这种正常的贸易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互相敌视，这就是这10几年来的一个现状，就不停的仇视你的大客户，天天去骂大客户，大客户亡我之心不死，大客户买我的东西那是要害我，买的越多剥削的越多，那都是这种歪理邪说啊，这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这么降智宣传，对吧？是不是咱们这个什么血汗工厂养活了美国，养活了欧洲，任由他们剥削，这种情绪一出来，对吧？这些不明真相的人就天天攻击这个美国、日本、欧洲，这个也影响了对外的这种经贸往来。买你的东西越多的，跟你合作的越多的，你越仇视，盲目的排外抵制外资，对吧？什么都是美国资本、金融资本来剥削，这种反制宣传、反制教育，它有利于出口吗？这下好了，外资跑了，出口也出不了了，失业率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低，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啊。这是外贸，对吧？外贸当然了，根本原因还是你过剩，一个是严重的过剩，第二个是你有很多这个产业政策跟美西方人家是受不了的。这个加关税啊，大家很多人一说听加关税就很反感，就感觉是要怎么着？加关税是人家你不加价，人家加价，你应该这么理解。我们对这个以前的日本的、德国的豪华车进口啊，那关税都是100%、200%，咱们不都坦然接受吗？也没骂人家，别人也没骂咱们。我记得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保姆车啊，阿尔法吧，在日本好像卖30万，你到中国就卖100万，但是现在多少不知道了啊。反正几年前100多万你还得排队，还得托人，现在只是倒过来了啊。那比亚迪在咱这就卖10万，卖到欧洲
洲去卖18万、20万、是吧？人家还加关税，哎，这是出口啊，对吧？本质上是你这个产业政策刺激的过剩，这个产能必须向外转移。第二个内需，内需咱们聊的最多了，因为目前很显然是通缩。自从应该8月底9月份吧，前央行行长委婉的指出了咱们存在通缩，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哎，大家才敢于直接谈通缩，在那个之前都不能说通缩这俩字，没人承认。通缩当然不好，对吧？因为通缩这个企业都不赚钱，企业不赚钱，企业就倒闭，企业倒闭，你就业岗位就少，就业岗位一少，收入降低，收入一降低，对未来预期更不好，不好你更要省钱，不花钱，那内需就更不振，更不振，那不就是恶性循环吗？问题是靠什么力量把这种恶性循环给它终止，变成一个良性循环？良性循环就是韭菜的收入在增加，韭菜对未来预期好，他就消费，他一消费，企业赚钱，企业一赚钱，企业就要扩招，就业岗位就多，企业就要加薪，韭菜的收入就要增长，韭菜收入增长，韭菜又要去消费，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那这个你靠什么手段呢？你给那些必需品，就是天然气、水电涨价能行吗？对吧？你给那些什么汽车市场化竞争的你涨价，那韭菜拿脚投票，他没钱。所以说你得大规模的补贴韭菜。当然了，有人说直接发钱，我也觉得直接发钱不太好，因为你发了钱我肯定存起来，你给我发1万，我存1万。所以说最好是发什么呢？你让他必须要花掉的是一种补贴。虽然今年各地政府都有各种什么家电补贴，这一大堆补贴，反正特别难用，非常复杂，对吧？在这种优化补贴这个上面下功夫，你给韭菜补贴完了之后，让韭菜买指定的东西，完了那指定东西先涨价，你不是忽悠别人吗？所以这个补贴这个应该优化，就是你给人家钱1个月之内你花掉就完了。所以2025年如果要刺激民生那应该是给韭菜补贴，大量补贴，这是直接刺激。如果你给企业补贴也可以，当然那就是间接的，这叫保主体，你把主体保住了，它能招人，但那个是间接的，见效没那么快。那最大的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如果最后是全民买单，全民自己刺激自己，那就跟通胀嘛，那就放水。你看，所以扯来扯去扯到分配上面，谁来出这个钱？马官员说了要50万亿的刺激。那马官员老师，那50万亿从哪儿来呢？如果你印50万亿，那不就通胀吗？把这50万亿给大家一发，那就绝对通胀那你没发到的你就惨了，物价狂涨，但是你收入没涨，你没发到，你就活都活不起。所以说这个又涉及到分配，也就是维维老师说的大头，从大头里面拿钱出来补贴这个韭菜。你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什么发债，什么多印钱，那最终都会导致通胀，还是自己买单，引发更多新的问题。而且这个消费要刺激的话，这刻不容缓，这还跟时间赛跑。因为这个消费下滑非常快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就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你要知道这个社会你每多生一个孩子，你看消费要提高多少有的一家人多了一个孩子，那消费50%以上都是这个孩子带来的。你现在小孩在减少，你说消费下降多厉害？你要抵御这种下降，还得让它增长，所以你得抓紧时间，如时间赛跑，力度还得大。否则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咱们这个消费恐怕是断崖式的，那明年后年只会下降的更快。你看连出去玩都是穷游你看每到这个小长假，文旅部门公布的数字，那都是人是在增长的，人数对吧？出行人数都是在增长，但是人均消费是在下降，那意味着大家就是出去穷游嘛，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就是去打个卡。第三个就是3驾马车之一投资，这个投资的问题就大了。以往咱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你投高铁、投高速、修桥、修那高大上的场所可以，因为它的利用率非常高。修飞机场，大家恐怕你可以查一下那数字2016年、2017年，你知道首都机场一天的吞吐量是多少吗？对吧？一年多少亿人次你现在看看浦东机场，那个还有大兴机场，它的人流才多少？人流上不去，利用率不高，你那个机场就是赔钱，你就变成个面子工程，对吧？连北京、上海你都不饱和，你说其他地方修2个机场、3个机场的，恐怕都是亏本经营在运营。更何况你在大山里面修的那些桥、那些景点有什么用所以这个经济活动一遇冷，对吧？那些边远地方、那些高速、高铁利用率都不会太高，你还得运营，你总不能把它停了。你要运营的话还赔钱，大窟窿越来越大。你看，这就是胡锡进老师说的断崖式崩溃。那就更别说那些什么老干部疗养基地了，对吧？动不动上百亿的，那有什么效益呢？那只是给那老干部享受的。你说这些投资财富就这么浪费掉了，对吧？怎么样抑制这种投资的冲动？怎么样限制这种无效投资？这个它就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不受制约的权利，他当然想去投资投的越多，他上上下下能分的就
就多啊，婆罗门拿的就多啊，既得利益者分的就多啊。政府投资第一道肯定是国企，对吧？国企养的人不多，然后下面呢再分包给那些民企，民企都是一个个的都是县城婆罗门，无论经济好坏，只要有工程有投资，他们就是赚得盆满钵满。你工程这么干，所有的活都可以这么干啊，因为投资是钱在政府手上，所以政府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这么干。第一道关他也给国企，哎，这个全国各地都这么操作。比如说这个活啊，我就以会展为例吧，咱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某个城市来搞会展，这玩意本来是搞7、8个民营公司来招标就完了，私营企业、外企、国企也可以参与，你来招标，对吧？谁方案好，谁报价低，谁中标。但是地方政府不可能这么干，他也把这活给国企，给城投，或者通过什么手段给到国企上，国企啊，这个活本来就是300万的活，你给国企，国企要收500万，完了国企再放下去，让那些民营企业来干啊，本来就是民营企业可以干的。民营企业给报价200万，你就知道利润去了哪儿。为什么这些民营企业工程它不赚钱，完了还压他的款，利润去了哪儿呢？大货车司机玩命的跑，利润在哪里，对吧？大货车司机他不超载，他就不赚钱，为什么？整个社会运行成本，整个企业运行成本都无形中被抬高，这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它的缺点。我们老是嘲笑美国，你个高铁都修不起来，美国人是不会修吗？他是没人投资，政府没钱，私人投资一算了不赚钱，他投个屁啊！他们可没有什么面子工程一说，他们得为自己的钱负责任。你特朗普喜欢，特朗普自己修去，哎，特朗普很羡慕的高铁，那你自己有钱你修吗？所以你看啊，这个出口、投资、消费这3驾马车，你说你聊来聊去是经济问题吗？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一些调整，对吧？没有一些迹象，没有一些动作，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我一看那经济学家在那瞎激动，我也不知道他激动啥，就是一切都是刚刚好。这一方面啊，动起来也快，是吧？就看决心，就看想不想解决问题。但毕竟有人在前面给你探路，是吧？这个阿根廷的米莱，前有米莱，后有马斯克，这还没完啊！据说越南又走上邪路了，这个越南也不想好了。媒体报道啊，说越南政府大动作，开启减政运动，15%至20%以上的机构将会被削减。你看，明明有正道他不走，他走上邪路了，削减政府机构，也学美的学米莱去了。我们是该改的要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啊！这是人民日报专门发文说的啊，大家自己细细品去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